香港人灣區養老20個專業經驗 Part 2。第11，要管家多對一，唔要一對多。點解有啲老人院虐待老人？因為人手唔夠，一個人照顧10幾個老人家，做都做到懵啦。所以好嘅養老機構就一定係多對一服務，每個長者都有自己嘅專屬活健康管家、物業管家、護理員等多對一嘅服務。第12，要有24小時服務。好多老人院落咗班之後，基本上就冇服務㗎啦，所以一定要問清楚係咪有24小時嘅隨時服務。無論係身體健康或者係情緒上嘅照顧，撳個掣或者發個微信，24小時即刻有人響應，有咩事馬上可以揾到人服務。第13，要有屬於自己嘅家嘅 SCCRC。長者喺老人院只係得一個床位，老人院唔做嘅話就會俾人趕走。而 SCCRC 係買斷或者長租一間長者屋俾長者，長者有長期居住權，間屋始終係自己嘅，就唔使驚使咗錢到頭嚟冇得住啦。第14，要有隱私嘅上門服務。好多人一間房做咩都冇個人隱私，養老就冇咩尊嚴可言。最好就係獨立房間，全部服務都可以上門提供。包括送餐、護理、理療、心理輔導等等，都充分尊重個人私隱。第15，要可以代辦居住證、醫保等手續嘅。香港人返嚟灣區養老，要辦理內地嘅居住證，同埋買齊醫保、社保，但係自己去辦呢就好麻煩啦。所以你需要一間可以代辦晒全部手續，而且可以代買香港嘅船飛、車飛，服務專業貼心嘅養老機構。第16，要有豐富多彩同自由嘅生活。養老機構除咗睇電影、唱 K、行街、shopping、美容、健身、游水之外，仲要每日都有各種嘅興趣班同活動，咁至稱得上豐盛嘅人生啊嘛！生活多姿多彩之餘呢，退咗休就更加需要自由嘅作息時間啦，唔好朝朝6點鐘嗌我起身做早操，又10點鐘熄燈瞓覺。我退咗休噶啦，唔係嚟返工啊！第17，要多餐飲選擇，唔要餐餐食飯堂，餐餐食飯堂，食龍肉都食厭啦。一般老人院都冇配套商場，長者日日食飯堂，入住唔到幾個月，好快就食厭啦。長年咁樣生活點掂㗎？所以要揾樓下有 shopping mall 嘅養老機構，各種餐飲任君選擇，仲可以營養搭配送餐到屋企，生活多滋味。第18，要有自己嘅洗衣機。好多人唔知道，大部分養老機構會將長者啲衫撈埋一齊洗，咁樣好唔衛生同埋容易傳播疾病。所以我哋一定要有自己嘅獨立房間同埋獨立洗衣機嘅機構，最好係洗控一體機，仲有埋控乾晾衫衣架，咁啲衫乾得快又衛生啦。第19，要高端嘅，唔要平價嘅，咩都係1分錢1分貨，尤其係養老，講究嘅係人嘅服務質素，平嘅又點會有好嘅服務同環境呢？入咗去住咪等於送啲老人家去受罪，搵條命嚟交飛。所以選擇養老機構一定要睇自己荷包，寧願揀貴嘅都唔好揀平嘅。第20，要入住靈活方式嘅，揀貴嘅唔代表叫你使幾百萬買份保險，送自己去山卡拉嘅地方困住自己。好多香港人都係有呢種誤區，大灣區高端嘅養老機構係咪一定要幾百萬入場費㗎？ No， 其實而家大灣區嘅高端 CCRC 入住形式就好靈活，只需要10零萬到幾十萬不等，平均每個月都係幾千蚊啫，就可以入住啦。環境同服務仲好過香港千萬入場費嗰啲機構好多添啊！咁好嘅機構究竟係邊間啊？我知道有一間機構完全滿足晒上面嘅20個高品質要求。信輝 SCCRC 係香港公司喺中山市區中心地段開設嘅6星級高品質養老社區，配套20萬尺嘅購物中心、2萬尺嘅住客會所、45000尺嘅醫療體檢中心，仲設有醫聯體綠色嘅轉診服務同埋港醫港藥平台。長者入住全部都係豪華個性化裝修嘅獨立住所，一個人一間房，裏面配備全套智能守護系統，
洗衣共一體洗衣機以及全屋智能家電。順輝提供24小時多對一嘅專屬管家服務，無論餐飲、娛樂、社交、理療、康復，都為你提供一個6星級嘅環境服務同感受。咁好嘅養老機構，價錢就一啲都唔貴，平均幾千蚊一個月就可以入住㗎啦。順輝仲可以全程為住客辦理內地居住證同埋購買社保醫保，仲可以為住客提供香港物業嘅金融方案，等你放心嚟大灣區養老，盡情享受精彩豪華嘅退休生活。為咗保證高品質嘅服務同環境，順輝 SCCRC 只限100位長者入住。有興趣嘅朋友就快啲同順輝聯絡了解詳情啦。